再来看这件惊动全国社会高雄连环杀人案，这专案小组伫咧前镇河5号船道，佮找到部分的遗体。另外，这警方嘛怀疑讲有部分的遗体可能已经去迄个嫌犯拿做粪扫来甲弹掉。下晡是去到林武的焚化厂要来扩大调查。过来嘛考虑去挖嫌犯厝内变数的化学池啊，望讲会当赶紧查一个水落石出。警消人员在树林村阁出发，找高雄连环命案的遗骸已经第4天啊。专案小组找到继续锁定前镇河地块暗沟，往高雄港甲2526码头方向继续找到包含倒冰箱底、加架平卡盘这4地遗骸。也有指出有另外一名女性哦，那我们昨天已经制作过笔录哦，证实她是平安的哦。听讲市长的嫌犯本来也锁定第4个目标，警方证实，并且讲这当事人确认是平安的。有嫌犯互抓到了后，一直无承认犯行。检察局长进前亲身问案情，也互这个嫌犯来呛声。虽然他矢口狡辩、抵赖，但是他还是逃不过铁的证据。局长讲，正完成比对遗骸，大部分是第3案着林的婚姻人。另外有一块刑砍的残骸是属第2案4张的婚姻人。第1案嫌犯的兄嫂也要找到遗骸。8年级司法警政系统的专家讲，若实在找到重要内容，希望有机会以嫌犯住的所在废料，也有这遗骸来证明嫌犯犯案。极大量的血迹足以致命，或者说部分遗体啦，用这个方式来做证明，或者其他被推下断崖或推到海里面相关的基证的话，也可以证明说他已经死亡，应该就可以达到这个起诉的门槛。这个案子比较好的就是它有影像，又找到内脏啊等等这些，基本上就活不了了嘛。在室内又找到有血迹，我想这样的一个关联性，那就看检察官、法官对于这些基证的串联。警方怀疑嫌犯也可能经由粪扫清温来去伫尸体下晡到林武焚化厂来清查。专家讲，第1案时间较久，搜证困难度较悬，若找无可能影响到起诉甲判决。警方讲会扩大来清查，后续无排除加嫌犯徛假化粪伫乌区，希望找到更加多的事证。记者综合报道。